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今年第4号风台泰利伫下晡成型，气象局预告风台会加向广东，未直接影响到咱台湾。不过，因暗开始，基隆北海岸甲东半部会落雨，礼拜甲后礼拜二，全台湾的天气拢无稳定，可能会落地阵雨或者是雷公雨。日头赤炎炎，台东重滨早起出现37.4度高温，伫台南东河、屏东三地门、台北市辖高温又拢超过37度。不过，随着今年第4号风台泰利形成，台湾周边环境场转做低压带，高温小可下降。这方面伫拜六暗时了后，天气也开始不稳定。进入台风泰利的范围大概是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哦，在南海的海面上，那它也逐渐的会慢慢的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哦。在未来的几天呢，整个季风环流其实会慢慢的往北边移动到我们台湾地区哦。泰利风台未来会向西北西往广东的方面来移动，对台湾无直接影响。礼拜开始到拜二是相对较接近台湾的时间，东半部、东部加北海岸落雨机会较悬，其他所在也有阵雨。无落雨时阵，高温依然大约有35度，感觉较翕热。拜三了后，各地水气慢慢减少，不过菲律宾东方海面依然有扰动，无排除20了后，又有风台形成。20号开始哦，菲律宾东边则可能有另外一个低气压发展的这个机会。较长的资料吼，甲咱讲差不多，咱甲2倍进前吼，南海这边的水气较济。专家分析，这阵有报资料显示，到7月底了后，大环境对台湾落雨较不利，如果等下到高温真热的天气形态，一直持续到8月中，提醒民众以外爱节约用水。记者自红报道。